各位留意港股嘅朋友，星期一早晨，終於等到 CK 老師嘅每評測啦。上週五行情大調整，期指跌咗610點，但核心結論先講在前，唔使過分驚慌，上升走勢仲未變。期指上週五收市25,541點，一支大陰燭下探，的確企咗喺上升強弱分界線25,873.5之下。但要拎重點，呢度雖然屬於弱勢區域，始終都喺上升走勢範圍。期指同指早已經踏入上升期，除非出現黑天鵝、灰犀牛呢類突發事件，只要11月中可以企喺24,865點之上，上升走勢就唔會改變，之後小心操作就得啦。指同期指節奏完全一樣。核心睇一個關鍵位25,145點，11月份只要守得住25,145點之上，之前嘅上升形態就唔會被打破，之後仲有向上動力。仲要提醒，如果市況突然有變，CK 老師會第一時間跟進，同大家做即時分析，唔使驚錯過關鍵信號。之後24,865、25,145、25,873.5呢啲核心點位有破位或者反彈信號，CK 老師也會喺直播入面及時同步更新。祝大家新週捉準節奏，交易順利。